是，他那子木真的是到西边的。放我的后面，他。哇，还有录影哦，给谁啦？辛苦啦，帮你们录影一下啊、你里面塞的1I837，你好。那我们去在那里。打雷佩，打雷佩，拜拜。
下去。所以为什么它会封掉？因为以前可以上去的，后来就是我老外在那边地方掉下来，对，掉下来变受伤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太大，结果它不小心掉下来了，这地方就封掉了。安小心啊！OK， 好，可以了，我们下了啊，慢慢来了啊。Где делал? Где? Где я иду со собой?